伫咧台中的文心路有一间银行的提款机，今仔日翻点过去，互一个食酒塞车的人弄着，现场的大门甲天幕是弄甲密密麻麻。不过，这只车弄着了后，煞全咧做移走。天光了后，警方有抓到这个人，目前已经以公共危险罪罪嫌改侦办。 大门槛规个弄甲歪曲变形，玻璃嘛碎柜涂骹，连天棚都落落来。警察人员赶到现场清理，找到透早2点外，台中市文心路甲大墩17街口的板信商银 ATM 汽油车弄着。保全人员接到通报，随赶来了解状况。啊，不过驾驶个车已经都离开现场。有发报，我们中心会派我们过来看为什么发报。觉得看到这个怎么又变成这样，然后刚走过来又看到这个有这个。 前面有这个掉落的这些东西啊，就蛮吓一跳。ATM 的大门好弄歹去，好在提款机无受损。看到这种情形，附近的住户感觉真寒，因为这间银行的 ATM 14年前嘛把汽油车弄入来，有提款机煞去弄歹去。当时啉酒塞车驾驶也捌调伫车内，这间驾驶弄着就去走去。警方调出路口监视器，发现肇事车为市政路冲往顶了后，就直接弄入来银行的 ATM， 尾也捌去都离开现场。不过警方天光了后，已经查到肇事逃走的驾驶。员警获报后。 立即赶抵现场，并根据现场遗留的车牌及调阅监视器以下，迅速锁定涉案朱姓男子，于清晨7点在住处将人查获。警方查到肇事逃走姓朱的查甫人，发现伊酒测达超过标准，依照公共危险罪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。另外，肇事逃走甲冲锋点的部分，也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来依法。记者采访报道。